剛才我哋聽到兩段嘅聖經吓，《使徒行傳》係講耶穌點樣呼召保羅、掃羅、保羅。福音書係講緊點樣呼召，特別係彼得所有門徒。兩段都係好重要嘅經課。咁我就揀咗今日我哋去再睇保羅。我相信坐喺度大部分人都熟呢段聖經嘅，希望你能夠從一個重新學習嘅心去聽清楚，即係耶穌基督做咗啲乜嘢嘢。如果你係初信主嘅，你剛剛信主嘅洗禮嘅，我唔知道係在坐喺度，我隻眼睇唔到你哋啊，我就好希望你能夠去比較一下，使徒保羅係點樣信主，同埋點樣寫佢嘅見證，點樣咧係嚟到去喺呢一個嘅生命嘅改變裏邊推動佢一生嘅宣教，同埋佢係成為新約聖經嘅作者。大部分嘅書信都係佢寫嘅，大部分教會點樣成立，點樣做牧養，點樣做宣教，全部都係由佢咧喺佢嘅侍奉生命裏邊嘅體會，聖靈裏邊嘅感動咧，係幫佢做出嚟。使徒行傳大家應該知道係路加醫生第二卷嘅寫作，第一卷係路加福音，第二係使徒行傳。當佢寫初期教會嘅開始嘅時候，頭嗰11、12章，佢係側重先去講喺開始嘅時候嗰批嘅耶穌基督嘅使徒嘅改變，其中為首嘅就係彼得啦。彼得勇敢站出嚟。咩叫做勇敢站出嚟啊？弟兄姊妹，我哋要學㗎，因為彼得當時企出嚟嘅時候，佢要知道嗰個後果可以係像耶穌一樣被拉、被殺嘅。所以我成日覺得教會歷史裏邊呢啲嘅信徒，佢哋係用佢嘅生命擺出嚟、放出嚟、交出嚟，嚟到去見證上帝嘅。於是我哋再望聽，即係稍微讀一讀咧，你就會知道彼得嗰篇嘅道講嘅嘢，基本上就係耶穌喺佢一生裏邊被拉嘅時候所講嘅嘢一樣。佢就係嗰位上帝所預備嘅彌賽亞。呢一句嘅說話，今日我同你都可以隨便講，唔講又講好多次，冇事噶。講完冇人聽你講咪算數啦，係咪？但係耶穌講咗之後嘅後果係咩啊？被殺啦！嗰個係藉口，嗰個係控訴，話佢藐視上帝。而彼得佢出嚟嘅時候，佢冇改到嗰邊，佢冇改到個信息，佢係講翻耶穌基督所表達嘅信息。即係佢係見證緊耶穌。我哋從呢個角度睇咧，就睇到一樣嘢，就係耶穌基督顯現嗰50日，用咗好多心思去栽培、去鞏固佢嘅信徒。起碼第一個嘅成績見到嘅，就係彼得接上耶穌呢個棒。咩叫接上呢個棒咧？佢做耶穌基督宣講福音嘅延續。佢唔係講佢嘅故事，佢唔係講佢自己啲咩經驗，佢係講耶穌基督就係嗰位彌賽亞。佢接棒而上。喺呢度咧，有路加講咗兩樣嘢，就係幾千人信主，然之後後邊又有更多人信主。從人數上嚟講，佢遠遠超過耶穌一生做嘅嘢。但係另一方面，呢一個嘅所謂成功，能夠使好多人悔改嚟到信耶穌嘅時候，
對耶穌嘅勢力，冇因為個福音廣傳人數多咗係後退。啱啱相反，呢個惡勢力係加倍升級。而第一個殉道嘅人就係叫做司提反啦。嗰啲嘅門徒嘅擔憂，我今日所講佢哋要冒着嘅生命危險，唔係個恐嚇說話，唔係個多疑嘅說話，冇幾耐呢個咁嘅擔憂就出現。第一個殉道嘅人就係司提反。所以我哋從呢度講，我哋睇到福音廣傳嘅時候，唔好我哋就有另外一種咁人人都開心啦，人人都快樂啦。如果昔日唔係咁嘅時候，今日亦都未必係咁。只不過係你冇好小心去睇清楚，當福音你企到前線嚟到去見證嘅時候，嗰啲嘲笑或者係惡勢力就會嚟啦。我相信有好多信徒領袖，你喺你嘅社會工作，你喺個崗位工作，就算你係喺航空公司做服務員，你要話我係一個基督徒，你攬一個十字架，可能都會造成人哋嘅攻擊。呢啲唔係假嘅說話，呢啲係已經係舊聞嚟啦。不過路加寫嘅時候，佢唔係淨係想講一大堆可怕嘅事，佢係想話俾嗰啲讀者聽，去見證一件事，就係喺呢個惡勢力加倍嘅時候，上帝仍然掌權。因為所有嘅宣教嘅工作裏邊，都係由聖靈帶動嘅。嗱，呢個好重要。你可以討論究竟啲使徒有冇做錯嘢啊？有啲人我以前聽過有啲嘅睇法，佢哋有殉道嘅情結，其實唔需要咁尖銳同對方嚟到去相拼嘅咁樣。但係路加講得好清楚，唔係啲使徒揀咗一個錯誤嘅做法，而係聖靈帶住佢哋行。因為呢個係聖靈嘅工作。翻嚟講，約翰福音20章係咪？耶穌喺復活日嗰一晚就對住佢啲門徒講：我就父怎樣差遣我，我而家怎樣差遣你。係立即喺復活日嗰日，宣教工作就開始。因為上帝喺個拯救計劃裏邊，佢係掌權者，係佢嘅心想呢個世界所有人都能夠認識佢，嚟到得救。路加福音嘅第二個重要嘅見證，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發展裏邊，上帝仍然個心係要將個福音唔係傳俾淨係猶太人。係要跨越出去，喺當時歐洲、北非，以後教會歷史裏邊全世界。喺呢一個嘅跨越嘅宣教裏邊，佢倚重邊個人出去咧？當時嗰批耶穌所有嘅門徒都係猶太人，真係讀過書嘅人，鳳毛麟角。彼得打魚嘅啫嘛，約翰打魚嘅啫嘛。字都唔識讀多一個，點樣孭起嗰個責任向羅馬、向呢個希臘文嘅世界嚟到宣講咧？一句咁多，我上個禮拜喺多倫多，嗰個係一個講全世界華人點樣宣教，嗰啲叫做 diaspora， 去到唔同嘅地方，歐洲、南美、北美、英國、南亞，其中一個最困難嘅就係歐洲。歐洲係講緊好多，大陸係講緊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國家係講緊唔同嘅文化，有講緊唔同嘅語言。
咁當喺嗰度咧，最多人咧喺中國大陸裏邊咧就係溫州。溫州好多人喺百幾年裏邊係移去歐洲嚟到去喺嗰度移民，經營兩樣嘢就係 trading 同埋呢一個飲食業。邊個去歐洲嚟到宣教咧？接棒咧？好多係中國大陸嘅人，特別喺溫州出嚟。但係有幾多人識歐洲嘅語言咧？意大利文、荷蘭文。所以而家嘅討論話俾我哋聽，呢啲嘅宣教士嘅宣教裏邊有好多人只能夠係 last 2年、3年、5年，冇辦法要撤退，淨係語文都解決唔到。嗱，呢個當然對我哋有好大嘅挑戰啦。北美洲嘅人會唔會歐洲接棒咧？我想講翻路加喺呢一度。實際上當時嗰個社會同情景啊，你揾唔到人出嚟㗎。彼得至叻啊，只能夠喺佢嘅同胞，即係希伯來文、亞蘭文裏邊個活動範圍嚟去做。邊個去做呢個嘅工作咧？路加嘅第二個嘅重要嘅見證就係喺呢一刻裏邊出現咗個革命性嘅信仰改革、信仰改變者。呢個人就叫做掃羅，後來稱為保羅。掃羅係出生喺猶太教門下，熱烈擁抱上帝同律法。信仰咧，上帝同律法兩者唔分啊，即係唔分得開嘅，係炒埋一碟嘅，係撈埋一碟嘅。呢個唔係淨係佢睇出嚟噶，呢個係猶太教教出嚟嘅。所以佢喺呢個即係拉比傳統裏邊深受薰陶教育，可能你用另一個角度講，蒙蔽啦、洗腦啦，你可以咁講嘅。於是即係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fanatics， 即係如果你今日喺唔同嘅宗教裏邊，你都見到有啲好極端原教旨嘅人，佢唔單止信仰係熱情到一個地步，係將所有其他嘅可能性係掃出去，而最可怕嘅就係佢訴諸暴力。所以掃羅係有份參與，企喺度睇住啲人將司提反掟死。喺我哋頭先讀嘅即係嘅聖經裏面一開始，佢就係自告奮勇，話俾當時嘅猶太教領袖聽，我要去追捕呢啲信耶穌嘅人。我而家咧就即係想你留意到結束，我話俾你聽，《使徒行傳》唔係講基督徒嘅，《使徒行傳》係出現咗基督徒呢個字只係3次嘅咋。佢出現嗰個字係叫做信耶穌的人，係咁樣嘅啫。佢逮捕，甚至要殺害。哇！你諗一諗，如果你係當時其中一個係信耶穌嘅人，基督徒，你會點選擇咧？聽到掃羅個名，佢去東你會去西，去南要去北，佢去邊度你就走啦，係嘛？避難嘛？你會唔會遠離呢個人？定係你會話：哎呀，上帝感動我心咧，我而家要向佢傳福音，改變佢嘅信仰。嗱，我哋今日見到呢個世界裏邊有幾多人去伊朗啊、伊拉克啊？我都識一啲人喺南亞，我哋聖公會係入去做嘅，但係好辛苦。我哋會唔會選擇同嗰啲人傳福音？就正如頭先我哋讀亞拿尼亞一樣，佢絕對唔相信佢可以接納呢個掃羅信耶穌嘅。佢話俾耶穌聽，即係話呢個人係同你作對，並且殘害你嘅子民嘅。
所以跟住我而家問題，我哋問究竟係邊一個去向掃羅傳福音？呢個係路加喺寫第二個嘅重要信息裏邊帶出嚟俾嗰啲所有嘅讀者，以後教會人知道，當時係冇人，包括路加，係有呢個信心。於是路加嘅見證係咩咧？寫出嚟係耶穌親自自己接觸掃羅喺大馬色裏邊 face to face 同佢嚟到去接觸嘅。掃羅去大馬色係一個即係半猶太人半外邦人嘅一個組合嘅城市。喺嗰度咧，保羅都唔放過有任何嘅福音係傳俾外邦人。嗱，你可以諗到當時保羅嗰種嘅極端原教旨嘅信仰，佢係所以喺腓立比書佢都話：我係法利賽人嘅法利賽人。有邊個人話喺我未信主之前，我唔係100% 遵守、相信同埋執行猶太教嘅信念？佢做到好足嘅。都喺度，我哋未進入佢嗰個嘅遇見耶穌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問：喺聖經歷史裏邊，呢一個耶穌親自嚟揾掃羅嘅做法，係咪第一次咧？邊個去揾亞伯拉罕嘅咧？邊個去揾雅各嘅咧？邊個去同約瑟拯救佢出嚟嘅咧？邊個同但以理嚟到幫佢嚟到喺五朝裏邊去做宰相？邊個去同以利亞、耶利米？邊個去同12使徒、70門徒？邊個喺教會歷史裏邊呼召Mother Teresa 去印度？先我講緊溫州，我讀緊一本書仔，講緊內地會英國 Hudson Taylor 同埋佢嗰個內地會嘅宣教士，將生命奉獻俾溫州人。但係邊個呼召佢咧？喺度我必須要問，我哋今日住喺溫哥華，上帝有冇同樣去呼召我哋咧？還是只係呼召嗰扎人咧？還是上帝其實都有呼召我哋嘅？我哋新移民嚟到溫哥華嘅時候，呢個唔係偶然嘅。我哋年頭未有人嚟，舊年未有人嚟講佈道會講過呢個信息。我從來都好清楚知道上帝點解要我嚟溫哥華。今日再睇翻轉頭，嗰個軌跡係非常清楚，上帝嘅呼召係清楚嘅。咁我哋就要睇下上帝點樣，耶穌基督點樣去遇見掃羅。當即係大光照嘅時候，掃羅講咩？主啊，你是誰？第5節，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我常常都要問一個問題，係乜嘢改變咗呢個嘅掃羅？唔係淨係180度，我諗係360度嘅改變，係革命性嘅改變，係天上嘅聲音，係大光，係超自然嘅現象。你小心讀嘅時候，其實聖經路加係講得好清楚，係耶穌赤裸地去問掃羅：你點解要逼迫我？嗱，呢個嘅即係講法咧，係唔係去問啊？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你知唔知道你做緊錯嘅嘢啊？嗰個唔係，嗰個原文嘅意思係直斥其非，你做嘅嘢冚唪唥錯，
係一個質詢嚟嘅。你點解要逼迫我？哇！我諗嗰一刻咧，掃羅喺嗰一刻完全咧係失位啊！嗱，喺《使徒行傳》裏邊有3次保羅被拉喺即係猶太人或者喺羅馬人面前，佢要作證去解釋佢點解要去做宣教。佢每一次都講翻呢個大馬色嘅見證，作為佢嘅主調去解點解佢咁做。嗱，所以嗰個大馬色嘅見證係非常之重要嘅，對保羅嚟講。咁喺26章11節佢話咩咧？佢當佢作證嘅時候，佢話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裏，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迫佢哋講褻瀆嘅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喺姊妹，保羅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真心話，冇誇張，又冇修改。佢原本將佢做過乜嘢講晒出嚟。所以當天上嘅發光四面照住掃羅嘅時候，掃羅從拉比嘅傳統就知道大光照住係一個代表咗上主對佢嘅講說話，呢個猶太教嘅信念嚟嘅。當耶穌話你為什麼要逼迫我嘅時候，上帝就會即係質問掃羅，點解你一方面話敬拜上帝，但係另外一方面你又喺度迫害我？咁呢度咧好值得去追問落去嘅。原來有人，其實唔係有一個人，係人去信上帝，同時佢其實係迫害上帝嘅。呢個就正正係耶穌一生嘅體驗啦，同感受啦。我來到我嘅世界，我嘅人卻不認識我啊嘛。所以我話信上帝，我話我信神係唔足夠噶。你信咩上帝咧？你信邊個上帝咧？你信你自己刻畫出嚟嘅上帝啊，還是係上嗰個啟示俾你嘅上帝啊？喺呢一度，上帝責備掃羅，於是掃羅就仆倒在地，係身心靈嘅仆倒，好清楚係全人嘅崩潰。不過唔係淨係今日而家我哋講咩 depression 啊、沮喪啊、抑鬱，哇！我諗係大過晒呢啲嘢，係成個人嘅破產啊！保羅喺加拉太書1章13節，你們聽見我怎樣極力逼迫、殘害上帝嘅教會。提摩太前書1章15節，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咩叫做罪人中嘅罪魁啊？我係嗰個差到不得了，喺上帝嘅眼中，我做嘅嘢比任何一個人更壞。呢啲咧係我即係一生人咧，我又聽過有啲人講呢啲嘢，就係嗰啲食毒品啊。我聽過有個係因為賭錢食毒品，搞到佢爸爸咧，結果係自殺吊頸死咗。當佢講見證嘅時候，痛哭，因為佢嘅生命裏邊係非常之嘅破碎。保羅喺咁嘅情形下被引領入城，3日不眠不食，進入內心嘅黑暗。佢隻眼盲咗，睇唔到嘢，但係佢嘅心裏邊嘅眼係去問緊：我一生人出自加瑪列嘅門下，我係咁有識見，我係咁明白律法，我係實踐猶太教，我係常常每個安息日都去聖殿敬拜。
究竟我錯喺乜嘢度？邊度？點解我係被蒙蔽到一個地步，我完全冇醒覺咧？點解我會將上帝自己嚟到迫害？我點解會迫害我所信嘅上帝？有時我都諗下咧，呢3日係唔容易過噶，瞓唔到覺啦，一定。有時我都諗下，哎呀，係咪有啲似約拿咧？俾個大魚吞咗佢入個肚裏面，又係3日。不過我喺呢度，我會睇到掃羅嗰個反省係遠遠深切過約拿。約拿出翻嚟敷衍了事，做咗佢嘅嘢就算數。但係掃羅唔係，保羅係完全徹底嘅改變。起碼佢有一樣嘢，我欣賞到，直到而家都係我永遠都係我嘅借鏡。掃羅冇喺度死撐啊！呢個而家香港人用嘅字啦，死辯。將責任推俾猶太教啊、加馬列啊，或者我成長嘅過程，啲人咁樣去引導我，所以對我嚟講咧，造成今日嘅情況，我睇唔到。你讀所有保羅嘅書信，你揾唔到呢啲嘢。佢係深切面對自己，佢係喺去到個底層嘅時候。佢打開佢嘅生命，佢承認佢全面嘅錯失。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嘅中國今日有人係咁樣做呢一個革命性嘅改變，我哋嘅人民唔使咁受苦。唔係淨係中國，你而家講緊美國也是如此，是咩？也是如此，人係永遠唔肯面對自己嘅黑暗同埋裏邊扭曲咗嘅我。對保羅嚟講，佢願意。呢個就反映咗保羅嘅質素啊！亦都可以咁樣解釋點解上帝揀選佢。同佢一齊行路上大馬色嗰幾個都聽見同樣嘅嘢㗎，都見到個大光㗎，都見到個超自然嘅現象，但係佢哋冇呢份嘅徹底嘅改變喎。今日喺我哋嘅朋友當中，信耶穌嘅人，唔係我哋周圍所有人都有呢個咁嘅願意去信耶穌去改變，但係保羅，佢徹底承認佢嘅破產。破產佢又唔係去自殺喎，佢係等上帝嘅拯救。亞拿尼亞就嚟受差遣啦，上帝耶穌基督呼召亞拿尼亞嚟去揾保羅。呢度咧，都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就係上帝通常去做嘢咧，就唔會係單方面。所以有啲人成日問：哎呀，我有上帝嘅感動同埋旨意啊，然之後就解釋旨意啊。喺呢個所謂靈恩運動成日都好興嘅，今日嘅基督教喺北美係好普遍嘅，將上帝嘅旨意個人化詮釋。你睇下呢度嘅聖經唔係，上帝同保羅講，上帝同亞拿尼亞講，跟住上帝同嗰個群體講。上帝唔會淨係同某一個人講嘅。亞拿尼亞嘅出現印證耶穌呼召保羅，而保羅見到亞拿尼亞嘅出現咧，其實對佢嚟講唔係淨係鼓勵，而係印證耶穌喺佢身上做緊啲乜嘢。於是亞拿尼亞嘅信服同信心。憑信心㗎，因為佢可能就係第一個遭殃嘅人嚟㗎啦。佢見保羅，如果保羅反面，咁點啊？
佢死梗㗎喎。佢係憑信心信服嚟到去揾保羅。嗱，喺度我哋又睇見保羅係第二次，嗱，第一次係大馬色，第二次佢喺祈禱裏邊直接同耶穌有呢個嘅渠道嘅團契嘅溝通。我喺度突然間諗，保羅去祈禱嘅時候，同佢以前信猶太教嗰時候同上帝祈禱有冇分別咧？佢以前都祈禱噶，佢好敬虔噶，但係佢今次嘅祈禱有冇同佢過去嘅祈禱嘅經歷唔同咗咧？嗱，呢個咧就一定係喺佢3日喺黑暗裏邊，佢淨化佢自己去問。又或者我更加應該話，佢唔係可能講好多嘢，佢係安靜去聽耶穌喺聖靈裏邊同佢講嘢。所以弟兄姊妹，我成日都講，退休係好重要，安靜係好重要。你要聽到上帝嘅特別嘅聲音、特別嘅旨意喺你身上嘅時候，你唔足夠呢啲嘢，你係冇嗰個屬靈力量。保羅佢立即改變，立即悔改。於是喺佢嘅祈禱裏邊，當亞拿尼亞出現嘅時候，佢就有嗰種赤子之心去接受，以致佢開眼。然之後亞拿尼亞話就同佢講啦，咁你又睇另外一個保羅嘅見證啊，22章14、16。嗰度話咩啊？我們的祖宗的關於亞拿尼亞同佢講咗啲乜嘢？嗰度話我們祖宗的上帝揀選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得見那義者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着萬人為他作見證。現在你為什麼耽延呢？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呢個就係當日亞拿尼亞保羅復述嘅時候，同佢講咗啲乜嘢？喺呢個講嘅唔係講，哎呀，你信耶穌啦，你即係佢又愛你啊？唔係，係直斥其非，你做錯咗啲乜嘢，以至到今日佢嘅恩典嚟到嘅時候，你要悔改。你悔改嘅時候都唔需要等嘅，唔係要等3年5年，我要認識更多，定要認識，唔係，你立即就悔改。咁我成日都喺西一班同啲人講，你係需要一生都認識，我都認識緊，我都繼續喺度讀緊書。琴日星期六下晝坐喺度，我揸住一本好難讀嘅書，去了解整個北美洲、整個北美歐洲文化對今日我哋嘅影響。嗰啲係你日後做基督徒，你成長你要做嘅嘢。但係當你信耶穌嘅時候，你唔係要讀破所有嘅書，然之後決定呢個神係咪可信，係咁簡單，就係你有冇罪，你係咪犯罪得罪上帝？現在佢喺十字架為你救贖代贖嘅時候，你願唔願意接受？所以結束嘅時候，喺大馬色裏邊，保羅係有一個新嘅身份，成為一個新造嘅人。佢重新認識過一個真正嘅上帝。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只係做2樣嘢：一，認識自己嘅罪；二，去認識上帝。帕斯交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說話，我永遠都唔會忘記。譯做中文：認識上帝而唔認識自己嘅卑污咧，係叫人驕傲嘅啫。認識自己嘅卑污，卻唔認識上帝，係叫人絕望。認識耶穌基督，正好平衡呢2方面，因為耶穌讓我哋認識上帝，又認識自己嘅卑污。
所以奧古斯丁佢話：讓我哋能夠認識你，好叫我哋能夠認識自己。呢個叫做 double knowledge，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謹記嘅。你認唔認識你自己咧？你認唔認識上帝咧？兩者係扣住唔可以分開嘅。即係近代嘅所有心理學，將上帝同認識自己斬開。所以現代嘅後現代嘅人係越嚟越唔認識自己嘅，越走越遠嘅。所以歸納第二點，耶穌呼召掃羅嘅時候，首先係要悔改認罪，接受救恩，活出一個新造嘅人。耶穌跟住先至會呼召保羅作為外邦嘅宣教士。呢兩者嘅前後關係係唔可以調轉嘅。冇悔改嘅生命，你就唔會有屬靈嘅力量去推動聖靈嘅工作，聖靈亦都唔會用你。你係不斷係用緊你自己嘅恩賜嘅能力去做緊你嘅嘢。悔改嘅生命先至係嗰個帶動我哋所有侍奉嘅動力嚟嘅。所以我哋喺呢一章聖經第9章，路加佢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冇錯，當時初期教會冇有人有能力、有恩賜、有魄力去做一個跨越文化嘅宣教。上帝知唔知咧？上帝一早就知，佢都冇期望佢哋做。不過同時喺第9章出現嘅時候，當教會被迫害嘅時候，上帝就藉呢一個機會主動出手，去呼召同埋改變掃羅，以至到上帝準備咗一個佢用嘅人，同埋後來佢嘅群體，係喺歐洲同北非嘅宣教，直至全世界今日嘅福音宣講。咁我哋就問：係邊個策劃緊整個嘅計劃咧？係邊個去預備人手咧？係邊個去嚟到去揾一啲我哋都諗唔到嘅人咧？人手咧？係上帝咯。今日喺我哋個牧愛堂，可能我哋仲有好多嘢唔知點做。啱先幾個禮拜落去美國去睇下嗰個蘇丹嘅工作點做。你再問翻我喺溫哥華點做，我完全摸不着頭腦。7、8年前做過，冚唪唥破晒產。點做咧？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完全冇答案。可能冇答案先係個好嘅答案，因為我哋唔會依靠自己嘅才幹、智慧、聰明代替咗聖靈嘅領導。我哋需要嘅係走埋一齊禱告，求聖靈開啟我哋嘅眼睛，點去行一樣係上帝佢已經有心準備嘅工作。呢個上帝一定有，因為上帝愛每一個人噶嘛。呢個就係路加喺第9章，唔係淨係講緊保羅，佢係超越保羅講緊整個上帝嘅拯救計劃，佢點策動？呢個就係路加寫第9章嘅時候，同埋以後佢講出咗上帝就係好似一個巴士咁。God is a bus driver， 係佢揸住嗰個巴士向前行。我哋係佢同佢同工嘅啫。主憐憫我哋，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